睇櫻花唔使下下飛日本嘅，去天水圍悲情城市變身櫻情城市都得啊！2026圍城上櫻攻略品種大集會，天水圍公園唔係得一種櫻花噶，呢度有廣州櫻同八重櫻，粉紅到成個少女心爆棚，仲有白色嘅染井吉野櫻，清純到好似初戀咁。雖然初戀通常冇好結果，神級打卡位、露天劇場、草地滾球場嗰度最密，啲櫻花樹多到可以俾你影100張相都唔重樣，順便可以客人話自己喺京都。雙色旗貫，2月中打後，櫻花會同風鈴木一齊爭妍鬥麗，紅黃紫白乜色都有，直頭係大自然嘅色譜圖。最佳追星時間而家1月底，部分早熟嘅品種已經開始老監綻放緊，但大對八重櫻預計要到2月中旬先會開到最靚 full bloom。注意，櫻花好似啲心碎嘅感情咁，1-2星期就謝，想睇就要快手。櫻花嘅花語又浪漫又佛系，櫻花嘅花語主要係生命、幸福、純潔、高尚，但最精髓嗰句係精神美，一期一會嘅代表。櫻花開花度只得嗰7到10日，呢種閃現嘅性格話俾我哋聽，正因為會消失，所以先至咁珍貴壯烈嘅美感。日本文化好中意櫻花，係因為佢凋謝嗰陣唔係一粒粒咁枯萎，而係成片咁飄落。櫻花雨呢種要走就走得灑脫嘅態度，真係型到冇朋友。櫻花最靚嘅地方唔係佢個樣，係佢嗰種老子開完呢幾日就要閃，你要睇就快嘅傲嬌感。傻分不清楚梅花 vs 櫻花，好多人行過見到粉紅色就嗌櫻花啊，其實佢哋係兩姊妹，但性格好唔同。花瓣形狀，梅花花瓣係圓咕碌嘅，櫻花花瓣尖端有個 V 型缺口，花柄長短，梅花係貼住枝幹開嘅，好似粒紐扣咁。櫻花就係一束吊有條長花柄嘅。香味，梅花好清香，櫻花通常係冇味嘅，或者好淡。除咗櫻花，天水圍公園而家仲有梅花睇啊！唔好以為梅花淨係得大帽山或者嘉道理先有，而家天水圍都變咗梅景勝地啦。天水圍傲骨寒梅賞花秘笈，14棵新移民，康文署近年喺園內加種咗約14棵梅花，雖然數量唔算壯觀到變梅林，但勝在夠集中，影相角度攞得好，分分鐘以為自己去咗內地江南或者志蓮淨苑。顏色與香氣，呢度嘅梅花多數係淡粉紅色，最重要係佢有一股好清幽嘅香味，聞落去成個人高級晒，唔係平時啲香水味可以比擬。花期情報：2026年1月尾，梅花通常係先花後葉，即係成棵樹冇葉得花，影出嚟個畫面好乾淨，好有孤高 feel。而家2026年1月尾正值盛開期，不過梅花好嬌貴，落場大雨或者吹陣強風就會變落花流水，所以要睇就要呢幾日快手。講完櫻花嗰種閃現嘅浪漫，一定要講埋梅花。梅花直頭係花界嘅硬漢代表，佢嘅花語同性格簡直係型到核爆。梅花嘅花語，花界要吻。梅花嘅花語主要係堅強、忠貞、高雅，不畏艱辛。我同你死過嘅鬥志，人哋啲花要春暖花開先敢出嚟，梅花係要喺最凍、最寒風刺骨嘅時候先開。佢嘅花語其實翻譯做現代廣東話就係吹咩？凍唔死我啊！孤高嘅品格，佢唔中意同人逼，唔使爭妍鬥麗，自己一個喺寒冬靜靜雞開，所以佢代表咗一種唔隨波逐流嘅態度，簡直係文青同埋獨行俠嘅偶像。